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螺，这是文音。螺就是一款苔啊，像咱讲米螺，啊若是景米，咱可做螺米。较油的苔，咱讲是螺豆，啊若较油的豆用的布，咱讲是螺豆丝。另外，这里白音读做螺，螺嘛是人仔的一款。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米螺，某人读做米螺，这是名词，是咧讲景米这个苔啊家私。第二个词读做螺米，这是动词，就是讲景米这个动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用米螺来螺米，有一句相关的俗谚语，人咧讲拍切收入好米螺，这个意思是讲无迄个材料散坐伫咧迄个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螺，这是文音，另外白音读做螺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